大乡亲啊，这个风台警报已经来解除，但是风台尾加上真强的西南风，中南部是落大雨。这个雨会阁落偌久？啊，什么时阵才会好天？咱的主播徐莹莹上最新的气象报告要讲互乡亲知。是，多谢玉丁。先来讲这个中度风台卡诺呢，气象局已经伫透早解除这个风台警报，目前已维持伫台北的东北边，差不多400多公里的海面上，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，往这个东北转东北东的方向伫行，离咱台湾是愈来愈远。不过，伊七金风的平均暴风半径也有200多公里，所以我要提醒伫台湾东北部海上航行作业船只游玩台的细致。今日到明仔载透早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。这个基隆百花，这个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，甲南部的山区有阵雨，也是雷雨；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阵雨，也是雷雨。啊，那西北部嘛，局部的所在有可能会落大雨，尤其是这个北中南各地山区有可能会变大雨。来看这个雷达的回波就知，明仔载日时因为透西南风，中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所在会落阵雨，也是雷公雨；局部的所在依然可能会落大雨，尤其是伫中南部的山区，包括这个平湖局部的阵雨，其他地区以及金门、马祖是一分到好天，尤其是明仔载过到这个北部、东北部的地区，甲东部、东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的西北雨。啊，那今日甲明仔载2天，东南部的所在依然出现火烧风，伫基隆北岸东半部，即包括兰屿、绿岛沿海以及马祖依然出现长影。啊，虽然讲风台已经走啊，离咱愈来愈远啊，也毋过伫北海岸东半部，这风影依然真大。你若无必要，海边啊，咱上好卖去。啊，除了影大，陆上的风嘛真透。这兰屿、绿岛甲基隆北岸，较高出现10级到11级的金强阵风。新竹以北、高雄、屏东甲台东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较有出现9级到10级的这个强阵风。苗栗啦、台南、宜兰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以及平湖、金门、马祖嘛，较有出现较强的阵风，这嘛要细致。啊，这风台假的，毋但有风尔，还阁有雨，因为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较有出现向变大雨的情形。尤其是南投的山区，沿岸雨水集中伫中南部的山区。明仔载拜六北部就会较无雨。总共一句这2天啊，中南部的山区，即包括东部的山区，局部的所在拢会落大雨。即风范崩山、练石头、落石头、土石流，甲溪水涨大水。也就是讲，拜六礼拜假日若要出去佚佗，山区咱尽量莫去，安尼较安全。以上资料提供来做参考，现场幸好玉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